今下晡，一个查甫人举 BB 枪架手榴弹去抢台北市东区的中国信托银行，讲是交警防扫条欠钱，才会来抢因银行的。台中有一个查甫人走去美国读医学院做到医生，所等到读英年或者回来到台湾，法官认为讲伊嫌做兵，甲伊判刑4个月。有一个亚运的电竞国家选手目睭贴予医生看，医生发现讲2个月目睭加起来有上百粒的结石，加在手术了后情形有改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这美国总统川普发文表示讲呢，这伊朗的战争敢要结束，美国是无遐赶紧啦。不过这战争也引起到能源供应的问题咯，通货膨胀的效益也当在发生。不过这台经院士认为讲，台湾呢有油价补贴政策，认为通货膨胀袂超过2%。啊，若讲到这台股呢是无受到国际趋势影响，拜股收伫咧38932点，起1218点，是收盘起第5只。啊，若讲到这台积电的股价呢，是收伫咧2185块，搁再创收盘新高。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创高跳起10000点，嘛带动台股拜五一直攻起哩天崩。日是台股以37862点开出，早盘收复38000点，上关伫38989点，收盘伫38932点，起1218点，创史上第5大收盘起点。因为金管会放宽台股股票型基金，台股主动 ETF 投资单一个股有关比重对10%提升到25%，刺激台积电股价开关进度。现在呢放宽了以后呢，那这个个股来讲的话，那当然对于他们的上涨空间呢也放大了，那所以对于这股价的走势呢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台股大起10点，主要是因为宽达股台积电做至这大盘的要角。台积电日时的股价是开盘2110块，上关伫2190块，以2185块作收，起105块，搁创收盘新高。IC 设计龙头联发科一礼拜搁更出第3粒的起停灯，收伫上关2435块的历史新高价。但美国总统川普搁一摆点名台湾是目前晶片供应上大的来源，未来美国要伫短时间内摕到全球50%的晶片市场。第一，由此可见台湾的重要性，台湾会继续站在最领先的地位，不论是它的质或是量。台经院的专家分析，台股4月是大起超过7000点，暗算的早来财富效果。台湾伫 AI 产业的带动之下，有这 GDP 7.56%。虽然中东战事是引发石油能源供应问题，国际能源总署是放出成员国的战备石油，但是专家认为讲，假使战事超过150天，引发的通膨是袂当代意。停滞性的通膨是指2位数以上的物价上涨。经济停滞衰退，物价2位数上涨，民众一定受不了。台经院认为讲，台湾因为有油价补贴和电池停起这政策，加起来今年第一季 CPI 年增率1.23%，暗算袂冲破2%。但是，搁要观察地缘政治和贸易政策的变数对续落来经济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做兵呢，是国民的义务。伫台中有一个查甫人，20年前去到美国读医学院，也做医生啊，虽然一直无来回来到台湾。这段时间呢，这公所一直有甲催，唔是无，伊就一直拖到36岁拄1个年龄才回来到台湾。落尾呢，这台中地方法院就甲伊判刑4个月，会当用罚金来代替。一个甲愈累了，头毛就清气当当。这是查某人做兵一定要经过的关卡。不过，毋若是一直传出艺人闪做兵。台中有一个细陈的查甫人，20年前去美国读医学院，成功做医生，但几啊年来，伊拢无得插区公所发函催回来台湾做兵，一直到36岁拄1个年岁了，才回来。洪家风害兵役条例起诉，搁互判刑。我觉得当兵役应该是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嘛。对我来说，就是可能4个月的义务役就还是去一下，花那个时间也可以让自己在里面想想未来可以做什么事情。民众大多数认为讲做兵是国民应该尽的义务。这个涉嫌闪做兵的细陈的查甫人，互检方查出讲，伊进前是当2年会回来台湾一摆，不过伊同款是强调讲读册袂当回去。但是台中地方法院认为讲，伊以私人的事由闪做兵，佮因为做工课的需求一拄役，就回来台湾判刑4个月，会当用罚金代刑，但是袂当加罪，佮会当上诉。法官审酌后认为，被告逃避兵役的动机诚属可疑，法治观念严重偏差。被告并不是因为一时失虑才触法，因此不予宣告缓刑。
判你个3个月、4个月，然后给你个缓刑，认为重应该是说法院特别不给他缓刑。涉案的查甫人就是违反妨害兵役治罪条例第3条第7款，也令查甫人核准出境了后，时间到啊无回来，经过催告同款无回来台湾，地主无法度接受征兵处理。一般涉嫌闪征兵也是告调，都是违反第3条到第5条。定看到的是包括伪造体位的证明、拒收调集令，无经过核准出境，还是超过时间无回来，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让这些没有经过兵役召集的役男能够维持所谓兵役的公平性持续去替国家做应有的这个义务服务。政府并建议讲，除了原本的刑法，更能考虑用替代役、社福役这方式，要求闪做兵的人，甲本地应该做兵的时间保护到，才当受到更较强的协助力。记者综合报道。兴达电厂遐土团的3号机、4号机，目前是转做备用机组。所有机关发现讲，这4号机对23饭店开始进行60点钟的测试。这期这台电是惊测试随时上是伫咧发电。这市政府是表示讲，兴达电厂运转测试拢有通报。台电也讲，定期维护测试，就要确保是讲到时若要用是一切正常的。提出兴达电厂小土团4号机定期测试的情形，民意代表发现4号机对23天要刚开始进行60点钟的测试，要实际并联发电的情况。这摆时间比进前实际发电时间较久。这期台电用测试之名偷偷来发电。我们的用电是充足的，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来进行60个小时的定期检测？3、4号机组操作许可证伫去年9月底就到期啊，市府驳回点延许可申请。这是转做备用的机组，爱伫系统欠电时，备转用量率伫8%以下，也有全年运转时数袂使超过30天的条件之下，才会使来运转。民意代表质疑测试4号机组是毋是要互兴达价袂了的小土团机组同款，伫欠电时来救援。本次兴达电厂4号燃煤机组启动测试，相关的一个发电时数将纳入年度累积运转时数，上限为720小时。市府讲，这摆测试台电有事先通报，要派人入场去稽查，也有监控。用以确保遇紧急突发状况时可备援，并于高雄市政府环保局网站及台电官网各机组发电量公开透明揭露。呼吁这个市政府应该要再更积极的把后续的运转时数、用煤量以及它相关的排放数据去做一些进一步的公开，让公民可以监督。台电是讲例行测试遵照经济部规范，机组对启动到停机拢比较一般机组的启动高效率，空气污染防治设备排放单符合环保法规标准，也强调紧急备用机组毋是正常的发电，而是为着突发情况，做法甲国际电业是同款的。记者综合报道。总统热清调本地呢是要出访咱的友邦苏瓦蒂尼，说因为中国施压非洲国家，出访的行程怎来取消？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呢今仔日伫立法院会提案谴责中共打压行为，这国民党表示尊重，也呼吁讲这外交和国安团队也着爱检讨。这副总统萧美琴今仔日也表示，台湾会继续和世界交朋友，强调无人有权力甲咱阻挡。讲到这咱的友邦呢，苏瓦蒂尼因的相庆国家庆典，特别感谢台湾协助因医疗提升，也甲咱的国旗安排伫咧观礼台顶头正中的所在。总统赖清德原定拜访非洲友邦苏瓦蒂尼，中国用经济手段施压塞什尼、毛里西斯、马达加斯三国取消飞行许可，致使行程暂缓。副总统萧美琴伫日时讲，台湾人和人友善，会持续甲世界做朋友。台湾在国际上一直都遭遇很多的挫折啊，我们大家会持续的来为台湾的外交跟世界接轨，来共同的努力，没有人有权利来阻挡我们。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嘛伫日时的议会提出维护咱国外交权利案，谴责中国打压调压党团有强势直接赴里头交互协商。中国不敢面对他们对国际第三国进行外交施压的行径，他们希望形塑的就是一中原则是全球的共识，却无视于台湾长期主权、治权都独立的现况，希望跨党派
共同谴责中共进行的外交施压。苏阿电影上典礼伫台湾时间24下晡5点左右正式开始，按直播的画面会当看到因感谢台湾协助当地提升医疗，观礼台正顶面，甲台湾的国旗放伫中央。除了国务院发言人第一时间表示关心，联邦众议院戴芬妮写批予国务卿甲国土安全部，质疑塞什尼等非洲三岛国无责任的行为，创下危险的先例，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措施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地检署去年6月抓到一宗外籍车手利用这高铁退票来洗钱案件。这个诈骗集团呢有5个人利用这高铁退票机制，伫高铁车头甲这车票退钱换现金，摕到26万元。专案在今日终结，检方甲这5个人起诉。全部退吗？高铁站人客来来去去，却是真多诈骗集团洗钱的场所。检方去年6月发现一个马来西亚籍的查甫人，伫云林高铁站要摕真侪高铁的票换现金。调查发现，以4名的查甫人为首的5人集团，利用高铁退票的机制来洗钱，顺利摕到26万块。检方立时尽早终结以诈欺洗钱这罪嫌来起诉。破坏金融秩序，本署检察官就每次犯行均具体求刑2年以上。5个人大约伫19到23岁中间，检方大骂因好脚好手，毋去做事趁钱，行歹路，请法院将当来量刑。因对去年6月开始，伫网络散布钓种的通知，网络购买实名认证甲换人民币这信息，互买被害人依照指示用台湾Pay来付钱。央国被害人所付这钱是方用来订高铁长途商务舱的车票，嫌犯刷来到柜台退票换现金。不过有一些，即便是这种教育或诈骗，他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你做完成整个支付的这个动作，不一定能够真的就避免。他利用信用卡或者是银行的这个转账来付款取得这个物件，但是他在网络上操作完成之后呢，他把这个退票的讯息交给了他下面的所谓的车手或者是集团相关的人员，再透过临柜汇款拿到手。那接下来呢，这个钱是因为从实体拿到的，后面就没有办法追踪。学者讲，任何会使互金钱对线顶转为现金的过程，拢是洗钱的款债，应该爱加强查缉。治安专家是讲，即要是所谓的支付，就可能真做亲像洗钱的管道。行动时应该确认信息的正确性，也应该避免个人认证码，也个有利为条码流出去，也是凊彩去扫描别人生成的 QR code。台湾高铁这个案件发生了后，伫去年6月暂停台湾Pay付钱，并且加强这项票务退钱的机制。等待完成了后，再过来提供相关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台铁新水营站发生讲有人盗这监控摄影机伫遐共偷窃的事件，经过调查呢，是一名40岁姓曾的高铁员工，涉嫌伫咧台铁的查甫便所溜到遐装这个摄影机，甲人偷窃，时间有9个月遐长。今下晡呢，这台湾高铁也发出声明回释咧，也讲会甲这个员工洗头路。高铁表示讲呢，已经甲这偷窃的员工洗头路，而且呢，伊犯这情形是非常大条的，依照劳基法来甲伊洗。那这高雄桥头地检署侦办了后，立时团嫌犯到案说明，先后10万块交保，目前也追查被害人的人数和影片去向，要来厘清案情。讲到台北车头呢，逐工呢是有60万人次经过遐，不过今年传出讲这商场的经营权要换人来接哦，有风声讲是新光三越甲现有的经营者被方拍败，摕到经营权。平常日下晡时，台北车头离了美食街同款人吵，尤其是台湾夜市区，搁较是坐较甜。美容集团案例konkr约标着台北车头商场的经营权，主要经营餐饮美食，变作大家讨论的话题。在台北车站耕耘19年的微风集团可能退出，外传台北车站的商场经营权由百货龙头星光三越拿下。汇集高铁台北捷运、桃园机捷、国道客运台北转运站、台北车头，有人讲是天下第一大站，每一天有60万人出入。商场是大企业争取的所在，这届标案有9间经营袂长的大企业来竞争，人客嘛真期待。
随经营只要不会妨害到我们消费，然后还有如果它能带给我们更高品质的这种消费品质，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商品的替换率，我觉得都很好。香氛类啊，植物类，然后小物，是很有特色的台湾的东西。因为车站都是很多外国人，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外国观光客也会有兴趣的商品会比较好。业者讲，若是星光三月标着一大优势，就是业者原本伫遮有站前店，会当结合正做相关。另外，台铁伫年初启动台北车头商场 ROT 案迄时，就讲即届招商毋但是空间变化，嘛是首都印象再造，嘛讲关键指标是意向再造美食食品国际优先公益安全等，希望业者会当引进上新的 AI 智慧。对于北车来说，其实长久来看，它的品牌形象要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当然会希望说透过一个比较更具备经验，能够做一个完整的资讯整合，以及所谓的一个品牌提升的一个进驻业者来带动。专家嘛提醒讲，这是星光三月头一届经营车头的商场。台北车头以早定人讲漂失乱找无路，包括路线规划、空间运用，拢是挑战。以早台北车头二楼商场头一代经营者金华百货经营不利，2006年换美丰集团大大改变台北车头商场的形象。即马阁要换人，各界代表阁要有新的风貌。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台南永康站发生查某高中生险险互嫌犯拖入去空厝。这警方呢是成立着专案小组，透过巡逻车翕到这关键车牌，24点钟内就抓到这个嫌犯啊。这个42岁嫌犯呢，伊是随机犯案，伫犯案进前呢，伫学校附近是巡10外摆，甚至伫犯案了后，阁换衫改用行的。目前呢，伊的犯案动机，警方也阁伫咧追查。专小组挖过去，随甲这个姓蔡的工人用手铐铐起来，伊就是22下晡，趁查某学生下课要回家时，凶甲查某学生按喙 QQ 6要拖入去空厝。加在基层的民众帮赞，查某学生才脱过劫数。警方专案小组用巡逻车行车记录器翕落来关键车牌，伫24点钟内，伫东区嫌犯的住处的所在，成功抓到这个42岁姓蔡嫌犯。虽然伊无经过专案依照强盗、妨害性自主未遂等罪嫌，依上法办。专案小组持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核发的拘票，将蔡姓犯嫌逮捕到案，并取获作案的衣物等证据，全案正扩大侦办当中。经过了解，姓蔡嫌犯计划真周全，伊甲案发地并无地缘关系，却伫4月期间来到校园附近勘察地形，上无杂解。案发当天，佮较提早1点钟来学校等，伊佮挑工甲机车停咧1公里外。犯案了后，佮随甲原本的外裤换做黑色短裤，透过行路甲变装，制造混乱。他逃逸的部分确实有变装，所以有增加我们那个侦查的困难度。那换完装之后，他就直接回家了，就是发生点的附近，刚好我们的行车记录器有拍下车牌，然后我们去反推。这站引起地方关心，针对案发路段，监视器无够记录，明代特别交集相关单位校长会勘，要求爱保这治安死角。那附近学校嘛加强校外巡逻宣导以外，减买笔啊发给学生。拓宽的施工单位要筑起这个菱形的网状的围篱，但既有的监视系统并没有去涵盖到这些人行道，所以呢，透过这一次的会勘，我们也会临时的紧急来布设几组的监视器。学生要放学之前紧急发放。对，每个人都有1颗，然后告诉他们，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大声的吹哨求救。为了避免再发生，市府讲结合学校甲跨部门主管，设空间防卫概念，计划伫校园周边建构安全廊道，除了加强巡逻，卖针对较旧的空厝、较暗的巷仔路进行环境清查，甲照明改善。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为了要防止这非洲猪仔入侵台湾，民众对机场入境，你的行李、欧米亚给拢爱检查过。确实有的旅客是拒绝检查，这个拒绝检查的旅客，伊就咧网络顶头即支讲检查过程，或者保全人员翕落来，认为讲家己去互偷翕啊。手提行李照电工检查，就是为着要防止非洲猪仔为高风险地区返来台湾的旅客，拢爱增加这个关卡。若是任何有疑虑的产品，若是水片条，就袂处罚。啊，毋过有旅客返来台湾煞拒绝检查，这个时阵保全就会要求旅客来配合。伫咧这个过程当中，嘛甲这个拒绝检验的旅客翕落来，讲要通报。结果，这个旅客就伫咧网络铺文，这支保全敢有权利伫咧管制区内底无经过同意，就甲旅客偷翕。
就保护我们自己农产品，不是吗？就该检查就检查，就是不是长久以来规定就这样吗？对啊，拒检。你怎么看拒检？自己做的经济才会拒检啊，就自己应该照规定的话，就是不要带一些违禁品。大部分的旅客表示，拢会遵守国家的政策，保护台湾的农产品。伫咧检查区嘛有采公告，说明为非洲伫这高风险地区入来旅客，无应该拒绝行李的检查。拒绝的人会交予防检署派人做伙去红绿线台，予海关执行指定的检查。拍摄照片这件事情，是因为如果旅客众多，没办法跟随到这名旅客的话，那我们会直接到红线台对该名旅客的衣着特征、公关污署辨识，以利可以做后续指定查验的行为。针对旅客拒绝检查，桃园机场检疫站表示，为了避免拒绝检查的旅客变作是防疫的破口，一般会派人到店去关务署红线台，甲拒绝检查行李做指定的检查。不过人若是伤济的时阵，会请行政助手摕公务手机翕旅客穿的衫，还有特征，予防检署通知关务署人员做指定的检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足憾的，搁再发生啊！这中华河滨太平路2月底才发生讲，这10外只狗甲人溺、甲人咬的事件。想袂到顶礼拜又有学生囡仔骑这电动车经过时阵呢，就这狗仔撞出来共溺。学生囡仔是惊甲呢，跋甲水沟底切甲大坑细哩。导航所接到通报了后，今早起有派人去了解。若像这狗仔是有人饲的，主人共款爱担责任。学生骑电动机车经过中华河边的太平路，雄一只狗仔走出来，学生就惊，回头要看是啥物情形，结果一个无细力，全规个人摔落去水沟内底，造成骹目受伤、大腿挫伤，电动车嘛摔甲害去。狗咪伫啊，三只骨伫啊，啊看伊来，咱白个，咱要甲对，啊伊就惊后底看讲，咱弄去调，咱把就变过。这个所在2月底才发生10外只狗落人咬人的事件，当时中华动防所有抓到9只狗仔，而且依照动保法对主人处罚。结果伫无到100公尺的路口，顶礼拜佫发生狗仔落人的意外，附近民众就怀疑落人的狗是迄阵老狗抓无到的。动防所接到通报，拜5早起随派人去现场了解状况。你啊，剩3只了，目前有个3只，今日都无看。今天早上会请同仁到现场去调查一下，追民众的这只犬只是有主权。如果是有主权，我们会请畜主负起畜主犬只管理的责任。中华动防所表示，经过调查，若是狗仔有主人，而且无做好管理责任，造成民众受伤，会依照动保法处罚。若是弄动狗，而且清洁队协助掠狗进行安置。附近民众表示，见摆经过者拢心惊胆吓，希望相关单位会当积极处理，避免类似意外搁再发生。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伫台南呢有一个亚运的田径国家选手，因为目睭疼去互医生看，医生才发现讲因两蕊目睭加起来有上百粒的结石，这也是目睭红记记会上的主要原因。这款的结石呢会伤害你的眼角膜，加在手术了后情形有改善。患者的目睭有大细粒的目结石，这目结石，互患者去看医生的时阵，拢讲人的目睭毋若是各红各上，佮疼甲互因感觉真正是亲像倒伫挂共款。经过检查了后，发现讲患者的人的目睭粗估有超过上百粒的目结石。如果你没办法好好休息啊，如果长期在用眼啊，眼睛常常都会因为干眼症啊、干涩啊，或者说是在一个慢性发炎，或者说你自己没有必要又点了一些不需要的眼药水，它都会刺激这个睑板期发炎反应，所以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现象。根据治疗的眼科的医师讲，这个患者本身是亚运的田径国手，伊目睭捅出来的结石，都是靠上角膜造成愈来愈看不清楚的杀手，嘛是影响伊目睭红肿、过敏性结膜炎的原因。两位医生是替伊手术，在手术显微镜含小可麻醉之下，用精油的针头，甲结膜表面的大细粒结石浸着医毒，再减少患者的角膜继续受伤，嘛互视力恢复。如果它没有跑出来，不需要去挑它，刻意去挑它，这个时候反而会让结膜因为产生结疤或破坏掉本来有的这些杯状细胞，可能又会减少黏液的发生，保护我们的眼睛。这个时候其实反而会更不舒服。眼科医师讲，若是民众长时间挂稳型目镜，也是伫个空气污染 PM2.5的环境之下，拢较会生目结石。要避免这个因素，才会当避免目结石搁复发。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长杜永泰有讲到，讲买零值呢，打算逐日检查，也引起外界质疑，讲爱开偌济人来检查呢？这农业部长陈俊贵伊就出面驳回，讲伫咧边境抽验的时阵，发现讲这买零值有法院，业者若总有提出着改善计划书，就会车去指定的工厂、指定的地点，由检疫人员来监督，业者爱家己派人逐日检查。他们说行政院会把有毒的马铃薯送给大家吃，把芽挖掉再给大家吃。行政院如果做这种事情，我今天怎么胆敢站在这个地方？台美对美国进口加工用马铃薯的输入检疫标准，最近引起有10案问题讨论。行政院长杜永泰临时搁再讲到，政府的工作就是把清气健康的食品送到国内。国民党立委王晓玲接议行政团队变将来监督搬运马铃薯，不过也因为进行行政院被败复议案，故遭予杜永泰上台。在卓荣泰完成依法依宪的宪政法律义务之前，本席根本不屑与这种尸位素餐、只会耍嘴皮、强词夺理的行政院院长进行对话。当初修改发芽马铃薯检疫标准这件事情，对于民众的健康没有影响吗？所有的发芽不会对我们国人的一个食安造成影响。我们对于检疫跟检验是没有任何改变的。支持进行杜院长发出爱逐日检查马铃薯，卫福部澄清，毋是10月4的边境抽检停书，应该是农业部伫检疫这边进行外观的检看，对着检验的人员是毋是有够，但证据也解释是送到指定的加工厂，由业者逐日来检查。有芽体的时候，卫部就会做茄检的检验。如果检验出超标的时候，也是退运，都是安全的，只剩下芽体过长。那在过长的过程中，业者会看他实际情况，如果他想要做一些重新整理的话，他提改善计划书，我们会把这个货柜封签以后送到指定的加工厂，然后由我们的检疫人员监督之下开柜，然后由业者用输送带去做选别，我们才会核发检疫证明。补考再考一次，通过就通过，不通过全部推，是不是这样子？院长这样答是不是这样简单？是，对。对马铃薯进口甲食用，农业部甲卫福部拢讲，一直有3道的检查，亲像美国实施进前必须要落实防搬运的作业，到台湾边境检疫合格，而且3检爱过关，上市了后是进行市场的抽验。记者综合报道。来去有一句话讲，生会过就是加州芳，生袂过是四地帮，表示讲富人人在生产的时阵，会当讲是非常的危险。这台北市呢中正1分局姓陈的查某警察，伫咧生囝的时阵，生产过后失血急救了后，犹原是救无倒来。也若讲到伊的这个查某囝呢，因为脑部缺氧受伤，目前正咧治疗。总统赖清德也在今仔日去甲念香，行政署长张英兴也讲会用上介好的条件来甲补偿。不过这生囝意外敢是真所过失的，目前检方也介入调查。总统这里上香的吗？之前工作有接触过这位女警吗？对这个女警有印象吗？会来协助家属吗？总统赖清德是亲身到灵堂去念香致意，而且慰问家属，差不多停15分了后离开。走落来，伊嘛发文表达哀痛和唔甘，而且只是相关单位提供家属各项必要的协助。台北市中正1分局姓陈的查某警察，产后大出血，伫急救了后，同款是宣告不治。查某囝安安因为脑部欠氧受损，目前搁在治疗。家属质疑接生的诊所延误就医，已经提告过失致死。那家属会认为说他们必须要有个真相。那所以总统也听取了之后呢，那希望说我们的同仁可以来协助家属看什么样的程序可以来协助让这个真相能够让家属可以安心。马偕医院的ICU 病房里面呢会照顾这个小朋友。那后续的状况的话，我们也会持续表达我们的关心。为了保全医疗证据，而且厘清真相，家属已经向派出所来报案，检方暗算的第28做解剖。针对死囡仔的时阵的细节和死因，展开深入的调查。行政署长张英兴是承诺会做上好的护述。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舍。那我们检署第一时间也有跟家属做联系，抚恤的部分我们会协助来从优抚恤。台北市长周万安嘛透过面册来发文，除了表达哀悼，嘛向家属承诺讲，只要有任何需要，警察局、卫生局、社会局拢会伫第一时间提供协助。市府一定会陪伴家属行过上艰苦的时刻。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东区中国信托银行中校分行，今下晡3点多，有一个大约是30岁查甫，伊伏面走入去抢劫，也比比穿含假手榴弹，甚至甲这行员压掉的抢1000万的现金。不过警方伫3分钟后就赶到现场，对徛15分钟，甲这嫌犯抓起来。初步了解是因为这个嫌犯的交警防扫掉，伊欠钱才来犯案的。银行的铁门拖来，外口警察提盾牌在观望，内底警察和匪徒在对赌。后一秒，警察举证固伫银行门口，现场气氛真紧张。大批警力围攻，警方出动特勤队，伫15分内制服对方，把人带出银行。当头白日之下，台北市大安区竟然有人走去抢银行。事发现场目前拉起封锁线，远警持续留在现场处理后续。根据了解，24日午间，歹徒挑准银行关门前闯入，利用假的枪支以及手榴弹挟持行员要钱。根据了解，犯案的人是姓林的查甫人，伊夜穿入去银行了后，大细声讲要抢劫。银行姓吴的查某经理惊伊情绪失控，惊去配合伊提钱。警方伫下晡3点35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姓林的查甫人伫银行内想讲走袂去啊，夜穿压经理和警方对赌，佮要求所有员工入去办公室等待。进去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就是进去之后就被嫌犯说让我在旁边坐着这样子，手机拿出来，心脏一定跳得很快的。有银行的行员为着保性命，走去楼顶站按窗啊拔救生索，想要降落逃生，而真侪民众看一个惊一条。我们隔壁栋有一个管委会的那个财委，他先爬下来。他把高跟鞋脱了，然后就赤脚就从这边爬下来，在里面，我想值班室里面，然后他说赶快来帮忙。经过警方调查了解，姓林的查甫人讲，为着经济压力才来抢钱，原本要抢的金额有1000万，加在最后抢无过手，嘛无人伤亡。在3点50就成功的制服压制了歹徒，并且保全了整个行李箱跟里面的现金。那经理初步了解受惊吓，那这个案子我们等一下除了现场的勘验、影带的调阅、相关人员的查访，我们都会来做到位。目前警方先把姓林的查甫人抓去派出所，依法移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中国信托银行讲，经过确认客户甲员工拢安全，财务嘛无损失，营运无受影响，后续会配合警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踏出社会，为了将来离开故乡走天涯，这劳动部在今日公布114年拄出社会领偌济薪水的调查，发现讲这批拄出社会民众超过91%有大学毕业，差不多是3万6起跳。若研究所毕业的呢是有5万3起跳。不过今年拄出社会领上价工资的，偏去年减2000多人，犹原有占17%。梁大云，有看到吗？娃娃。含湿地的阿嬷在互动，关心伊的状况。阿斌是长照机构的个案管理师，嘛捌是基护的督导。大学的长照系毕业了后，伊就到机构去服务，一日就得要6年啊。这份工课因为爱处理家属的真侪意见是有够无用，但是起薪真好。安尼做几年，薪水已经调到5万外块，加上长照的需求真大，即嘛是真欠人。他们在沟通起来有一些固有的思维，或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沟通，然后安排长照的服务进去。对，所以在沟通方面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台湾已经在迈入到超高龄的社会，长照的个案都需要我们来照顾。那所以它是一份工作很稳定，而且又有生活保障。根据上新的114年拄毕业去做工课的起薪调查，发现有超过90%因拢有大学的学历，大学毕业的平均起薪是3万6，研究所毕业平均起薪有到5万3，尤其入门行业的起薪，大学毕业以医疗保健和社会工作服务业相关，平均4万2相关。亲像医师和长照的工课拢伫咧这个范围内。研究所毕业是以资通信业和包括台积电的制造业特别悬，平均的起薪拢有6万块以上。医疗业，它因为有医师啦，就是医生第一个月就是比较多的。到研究所的话，那又是变成类似像这个资通
通讯业，就科技业那方面的比较高啦。刚毕业新鲜人就领基本工送，因为毕竟可能有的人学非所用啊，加上可能担心待业时间比较长，有经济压力，可被迫接受一些学非所用的一个工作。不过劳动部的统计嘛显示讲，在拄毕业的领上加工资的比例虽然是比前一年减2000多人，但嘛是占1/7左右。专家认为讲，因为基温的关系，不是所有学校学的专业拢是有可能的成因。另外调查嘛显示讲，一寡科系的毕业生因为产业的因素起薪真悬，尤其是研究所读了的薪资更较悬。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厝内面呢有无到12岁囡仔，就会当请这外籍使用人，对这个月13开始施行。利率银行业者观察讲，因的网页呢，这外籍使用人专区真侪人来看来查，这也代表讲这照顾家庭确实是真欠卡手。另外，业者也发布上届新的调查结果，讲有9%的上班族因为结婚生囝，孤僻一种改变因的工课计划。13岁囡仔只会看绘本，31岁陈小姐原本伫个诊所做助理，因为翁婿工课性质，必须要长时间顾一人带囡仔。伫个生第2胎了后，实在无法度去兼顾工课甲家庭，只好选择离职。因为他们还小，容易生病，然后就像哥哥去年底的时候就有感冒了，有点肺炎，然后住院这样子。那就是如果真的恢复正职的话，就要临时请假啊什么的，都比较难一点。如果是双薪家庭，还是会回职场。对啊，因为如果讲衔接太久的话，其实也对公司也不太好，这样子都会有更多担心点。人力银行调查显示，9%上班族因为结婚生囝，改变原本的职业规划，有3/6选择转职去会当兼顾有利的工课，2/5直接退出工课场，大约13%向公司申请留职停薪，也是育婴假，嘛有人改成接案，也是兼职的工课。调查嘛显示，双薪家庭面临托育资源不足，以及薪水成长对不着育儿成本，父母其中一个爱伫厝育儿，长期落来地数企业人才流失。会开始必须要常常请假，那也因此会影响到自己的考绩啦，或者是升迁等等。根据劳动部去年的调查，其实台湾大概有40万个劳工，他是因为要照顾家人、处理家务而离开职场。劳动部强调，为着要减轻家庭的压力，让劳动者继续留伫工课场，外籍帮佣申请新制13已经上路，希望强化家庭照顾支持。目前申请数据已经在统计中，预计5月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影像性暴力案件逐年伫咧增加，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今年受害者申诉案件数和顶年来比呢，有增加46%，拢总有1521件。民间团体就开记者会，讲这影像性暴力的伤害，若是这影像的本身，雇主泄露资料和群众拢是互这暴力，甲这受害者对调调的，受害者也无方式来讨救兵。民间团体就和学者做伙来呼吁，认为讲政府就要建立一个一站式的整合服务机制，强化前线检警的科技侦测能力，也有人力的配置，才袂互受害者孤一个人来面对。内心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啊？这影片存在网络上多久？当下真的只有一片空白。这种影像性暴力的代志是真正发生。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今年受理的受害者申诉案平均年增加46%。114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是1521人去做这样的申诉。那这个申诉的部分可以比较在113年多了，其实481人，也就是多了暴增了46%左右。民团讲，影像性暴力会为有计划偷袭、骚扰、跟踪等等形成性暴力的连锁体，互伤害一直扩大。不过，受害者要求助，却找无管道。学者建议，政府就参考韩国的做法，设一站式的服务中心，让受害者讨救兵的时，唔免四界走踪。被害人一个人必须去面对，去下架，去派出所，去法院出庭，去找社工，去找心理咨商。被害人他必须一个的去面对。这5年来，二小新北市的通报受害者人数成长超过1倍，网络社群才做新北市的主要场所。
教育基金会针对9岁到18岁的儿少做调查，所发现有超过15%的儿少愿意用数位相片来交换电脑游戏的装备。害者他会透过像是游戏或者礼物的方面的一个方式，让很多的青少年降低他的警觉性，而一步一步步入所谓的陷阱当中。那许多的青少年、青少女，他们在这个部分缺乏一个意识。教育基金会嘛呼吁家长的陪伴是关键，囡仔若当到性剥削，唔是检讨囡仔，颠倒爱互囡仔有安全感，知影通透过报警察甲所谓落架的方式来应用，嘛鼓励囡仔参加现实的活动，减少对网络的挖赖。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为了要了解这马太安溪做大水了后的重建进度，行政院政务委员桂连成今特别去到花莲光复乡视察这中介处爆发整治等重大工程。桂连成表示，讲这雨水季特别到，各种防止做大水工程要赶紧做，这演练也要赶紧来安排。马太安溪放山湖水灾已经满7个月啊！伫去年底头一批中介厝完工了后，对原住民所起的第2批中介厝，离时早起开始动工，预计6月底完工，会使予10户的灾民住。我们有多设计了有一间的这个多功能的这个空间，将来可以作为联谊啦，还有文化健康站等等之用了哈。那前面也按照主任的意思，能够空间更大一点。也伫最上最时期进前，上重要整备工作是马太安溪沿花爆发整治，其中河床清出来2000多万吨的沙石，拢已经得加真悬搁真高的超级爆发，评估已经会使来应付今年的水量甲沙石量。这个堤防大概有10公尺高，大概厚度大概有70-80公尺厚，这个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陆陆续续在做防汛的准备工作。也许民众感觉上好像没有拿到实质的这个金额，会觉得说，因为我们编列了那么多的特别条例的预算300多亿，究竟在哪里？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成果。另外，马太安溪放山湖监测的警戒机制要调整，其中水量20万吨以下，集水区累积也有5个雨量警戒达是200毫米，已经提升收到400毫米。那达到警戒点就采取有风性疏散，也是强势疏散，也过铁力也是有工作来执行。规划落入部落青年才组织来到协助。乡公所的末端执行会再把这个志工团体，包括部落的青年也好，这些志工组织NGO 能够放进这个整个治理链里面，这个值得鼓励啦。但是我们要求的是，他既然讲出来的，就必须要制度化。政务委员桂连成讲，花莲县府已经安排第30办理大规模疏散演练，到时阵伊才设定情景，画出保全好范围，若条件符合，应采直接对管理所在去避难，也过重点必须来好好来强力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嘉义阿里山林业铁路道班人员23驶台车巡逻时阵，经过这嘉义市新生路边交道，因为有一台轿车无顾这德国已经放落来，硬要冲过边交道，造成轿车和林铁台车相撞，有1名林铁员工受伤送病院。林铁表示讲呢，会请警方依法开罚单，也会甲这轿车的车主讨赔偿。阿里山林铁道班人员伫23透早5点外塞台车进行巡逻勤务的时阵，都经过嘉义市新生路边交道，边仔就冲出一台车，林铁员工未负反应，发生相撞的事故。那台车互弄甲离开铁道，佫造成1名林铁员工为台车摔落的受伤。平交道的警示、高警设备及遮挡管都正常作用下，仍遭闯越平交道自小客车撞击，造成台车一位同仁摔落台车。明明边交道的栏杆已经降落来，赛车的驾驶也是抢紧硬要冲过。发生相撞的车祸了后，轿车的驾驶嘛连忙落车来关心，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赶紧将人送去病院。请警方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方向侦办，本处亦会向肇事者求偿同仁的医疗费用及台车的修复费用。林铁处表示，这件车祸无影响到阿里山火车的车帮。林铁处嘛呼吁，边交道有警示的安全设备，若是有启动的情形，就是有火车也是台车要来通过，用路人拢爱停车等候。硬要撞过去的行为，除了要面对法律的责任，嘛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事故，甚至要赔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屏东恒春有民众呢，伫咧23透早翕到亲像有2粒日头踏做火的景致。不过专家表示讲，咱恒春大气站的条件无够，云也无够高，应该毋是天文机关，破断应该是镜头或者是翕相的所在有玻璃窗造成凹射现象。
透早5点外，天色渐渐光，毋过真足看日头的边仔，阁有一粒要共的物件，互人感觉若像有2粒感觉色的太阳贴做伙。二三乡村民众甲翕到的影像，放伫网络社群顶悬，有袂少网友讨论，有的讲生日的气氛真水，嘛有人讲足成天文机警换日。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这样子用单眼这样录影啊，落地窗它就是连着玻璃的。实际询问气象站表示，二三乡村半岛的大气层条件无够，云嘛无够高，无法度真做双日出现的条件，而且双日一般拢出现伫日头两边22度左右，会阁带小可轻的色水。这相片内底后壁日头介圆介完整，判断应该是玻璃窗造成的凹瑕。一般来说，如果是出现换日的，它的大气大概要比较高层的卷层云，有冰晶的存在。那在太阳的左右两侧，大概约4角22度，会出现如彩虹般射散的这种光晕。摄影器材跟太阳之间多了一层介质，比如说是窗户，或者是玻璃窗啊，或是家里的窗户。就是多了一层介质，造成太阳的旁边还多了一个太阳的感觉。专家讲，因为日头足光的，粒粒机脑装保护镜就会出现耀光的现象，外面会出现一个光点。若是伫厝内隔玻璃窗，也是车窗，光线凹射就会产生贴影，只是一般的自然现象，大家莫紧张。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1970年迄个时阵呢，蒋经国也是副院长，伊出访美国期间，4月24伫咧纽约市广场饭店门口去互台湾留学生黄文雄开枪刺杀。虽然呢刺杀无成功，毋过也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人自主的意志，对台湾的民主和独立运动有正深的影响。黄文雄伫咧市长案56周年即天发表伊的头一本册，册内面呢除了有对台湾政治社会观察和批判，也记录伊对人权立国的思考。像我小生命，咱甲一个细汉囡仔，甲一个巨人的战斗。这位是1970年市长案的主角黄文雄。今年4月24日，市长案满56周年，黄文雄发表新册《为着人权》，文集收录英国以写的文章、议题评论，甲对政治社会的观察甲分析。主编表示，虽然当年黄文雄在美国刺杀蒋经国迄场无成功，不过也向国际传达台湾人民自主的意志。黄文雄海外流亡25年了后，回台湾，有关对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甲人权立国有真深刻的思考。宁静革命。导致台湾的民主化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所以还需要有更多的一些人投入对于台湾的民主人权的深化。今年已经90岁的黄文雄，基地也当地退化。英国虽然有出回忆录的想法，不过主办说在2022年就回收真侪资料无去。加在这几年也有导演为伊拍纪录片。这款理念啊，是安怎个写做一段路咯？互伊讲因军校有一个基本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啊。另外嘛，透过数字书教育基金会英国收集的早期文件，嘛拜托报社、杂志、授权等等，才甲册黄文雄的文稿收集起来出作册。册内也记录真侪黄文雄30几年来参与各种社会运动的思考甲策略。讲迄个非暴力抗争、公平不服从权，这伫个迄个这10几年来，我想。即伫迄个 Peter 甲即个思想传，迄个带入来台湾了后，会当讲落实迄个完全的民主。伊介绍这个观念，以及咱甲付诸行动，这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黄文雄对一个刺客专做非暴力抗争的倡议者，册内也提出伊对台湾民主化规定的问题甲批判。这是黄文雄写的头一本册，基金会嘛希望通正做台湾公民社会伫捍卫主权独立、守护人权记达，也有深化民主品质的新工具。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郊区第三发生2台通勤列车烧融意外，造成5个人重伤，13人轻伤。这火车无龙已经变形啊，调查小组也开始咧查，无排除是何止个样或者是人为的过失。
丹麦两列通勤火车小对撞的事件发生伫哥本哈根北平大约40公里的所在，我近希力路特镇。当地时间23透早6点29分，两列火车小对撞，车头严重变形，车窗甲10封玻璃碎去。不过列车甲车厢并无败马，或者是变去。两列列车连接希力路特甲卡吉罗普，是当地居民的通勤要道。迄当阵车顶有37人，当地民众拢互这件代志惊到。I usually can hear the train going through the forest to warn passers-by, and I haven't been hearing it this morning, so I should have really thought something was up. Vi bruger ikke at have uheld på den måde i Danmark, så det er ganske uvant, og vi tænker selvfølgelig rigtig meget på de mennesker, som er blevet berørt af det. 负责这条路线营运的铁路公司进行的初步调查显示，其中一个火车运将及时打洞啊，佮协助疏散乘客。消防甲救援团队接到通知，随赴现场，透过直升机甲救护车将伤患送去病院治疗，详时成立危机处理中心，安置无受伤的乘客甲亲人。Nogen havde grædt ude ved toget, fordi at de var blevet forskrækket og havde synes ikke det var rart. 丹麦事故调查小组表示，事故原因可能是号志故障，不过嘛无排除人为过失，可能是运将无看号志就进入错误轨道。另外，事故路线也未使用自动化安全系统。丹麦的铁路一向互感觉真安全，不过伫2019年，一台载货列车伫跨海大桥顶互大风吹甲变过，甲对向载人的列车相撞，造成8人死亡，16个人受伤。2025年，一台特快列车弄到一台农用卡车，造成1个人死亡，27人受伤。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Meta 公司宣布讲 AI 研发呢爱开档本，拍算要裁员8000人。那讲到三爽呢，也逼出着劳资争议，几落万名员工要罢工，要求讲爱调关薪水。为着伫咧人工智慧的世界做王，社群媒体大公司 Meta 当咧面临真沉重的财务压力。公司宣布要裁10%的员工，总共8000人，而且上时甲6000个原本要少的缺冻结起来。执行长萨克伯格就讲，因开真侪钱投入 AI， 虽讲是必然的选择，不过开发的成本是伤高啊。公司必须要用裁员来应对。虽讲伫咧事故总部挂口，要有上定社群时代的市站的地标。不过即马内部，所以已经开始转向追求简单的营运模式。镜头转来到南韩平德市，三爽电子的半导体工厂外口有几若千人伫咧抗议。三爽电子的工会发动大规模集会，23大概有3万到4万的员工参加集会，因要求加薪水7%，而且废除奖金的上限。虽讲三爽因为 AI 头一季赚的钱，预估会赚足济，不过员工控诉公司家基层的贡献当作空气。工会高站也强调。组织规模当咧扩张，若是公司无回应诉求，会用更较积极的行动。우리는 6개월 만에 6,000명에서 75,000명이 되었습니다. 우리는 삼성전자의 과반 노조가 되었습니다. 이제 우리는 총파업으로 삼성전자를 바꿀 것입니다. 工会表示，这场集会敢若是大话头尔，而且如果若是谈判无结果，会伫咧5月日开始举行18天的罢工。因为三爽还有 SK 海力士拢总供应全球2/3的记忆体晶片，市场就烦恼讲，长期停工可能造成产线断气，会影响到全球的供应链。伫咧 AI 技术需求愈来愈济关键时刻，这场劳资的谈判已经变作是影响全球半导体无确定的因素。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2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6度，苗金门马祖对17度到2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